教宗良14世向加沙地帶嘅兒童贈送咗5000支抗生素。教宗希望透過呢個方式緩解數以千計受戰爭影響嘅兒童嘅苦難。呢次援助行動由宗座賑濟所協調，呢啲藥劑已經陸續抵達加沙地帶嘅醫院同兒科中心。愛德服務部部長克拉耶夫斯基樞機介紹，教宗勸喻我愛了你，解釋咗照顧窮人嘅重要性。即使喺文件中亦都顯示咗，過去多個世紀以嚟，援助點樣透過不同嘅形式出現，但教會總會喺貧窮人中認出耶穌嘅面容。博施消除罪惡，我需要好多嘅博施嚟消除我嘅罪。如果你都需要，嚟啦，我哋會幫助你嘅。透過耶路撒冷嘅拉丁禮宗主教皮扎巴拉樞機，呢啲藥劑被送到有需要嘅人手上。教宗另一批人道援助亦都已經抵達烏克蘭，多輛載有食物、罐頭以及清潔用品嘅卡車前往哈爾科夫。每件物資嘅包裝都寫上教宗良14世敬贈予哈爾科夫的人民。